郭综合医院小儿科部长林爱惜表示 ，HMPV 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在60年前就已出现，但在2001年才被荷兰的学者发现命名。感染症状类似感冒，很容易被忽略，而且该病毒在台湾其实很常见，约有1/5的孩童在检测后发现都是感染 HMPV。这个病毒其实它在60几年前就有了，可是到2001年才被荷兰的一个学者发现这个病毒。那在台湾其实很常见，大概1/5的小孩子他的感冒病毒你去测，大概都是这种病毒。因为症状与感冒类似，容易被忽略，但要注意，特别是5岁以下的幼儿及早产儿、65岁以上长者及先天疾病患者，小心引发肺炎及气喘重症。它的症状是跟一般感冒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差异，其实它可以就像一般的咳嗽、流鼻水、发烧，这些你感觉就是感冒。可是它重点就是说，它在比较小的孩子、还老人，或者有先天性疾病，或者有肺炎的那个气喘的小孩子，它会容易引起的就是说，它会气喘发作，而且变成肺炎，所以甚至需要住院的状况。所以它是很普遍，是每个小孩子5岁以后几乎都会得到，但是很多人没有被侦测到。林爱惜部长提醒 ，HMPV 是一种很常见的病毒，可引起轻微感冒到严重的肺炎。婴幼儿、长者及免疫功能低下者都是高危险族群。目前并无特效药及疫苗，但建议可施打流感疫苗及肺炎链球菌疫苗，加强一层保护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